台北科技大学资材系营队，27个学生这个月初8到市民大道一间快餐店，叫做大道创意料理来用餐。结果因为白饭无够、食袂饱等等的理由，到 Google 留下着一清负面的批评，意外来引发着白饭之乱。快餐店的头家真困扰，昨来宣布为7月16要开始来停业。结果激发着网友对台北科技大学的愤怒，有高达2万的网友攻击着台北科技大学资材营队的面册，就参台北科技大学的卖奖专业，嘛有一排网友来留言写讲头家加油，搁来惊叹台北科技大学是食饭大学的第1名。咱的记者打电话予台北科技大学，电话无接，只有文字的声明，讲无愿意看到恶意的言论继续来摊开。快餐店的头家嘛希望事件赶紧来收束，嘛无愿意搁来回应。谢谢。我已经讲过了，要非我所愿。面对镜头，海产店头家是真无奈，白饭的代志回袂去。海产店宣布7月16就歹做，那人气真唔甘，冇店内员工无通讨谈。我订阅已经订到8月、9月去了。那这样中间客人就变成就打电话取消啊、退订啊。事件已经衍生到这么大了，那我也有我的压力啊，对不对？北科大资材营社团随口真侪网友留话骂甲无力，敢若嘛已经关板，查袂到任何内容。网友拢来给北科大卖奖专业，除了替头家加油，网友佫口说北科大讨饭是世界第一，堪像食饭大学第1名，册读甲遮尔好，饭糜讨够老。个人讲爱前后食白饭，才够读书。宣布要在7月16号暂停歇业的这个热炒店，目前还在为了晚上的营业如火如荼的准备当中。不过，针对后续的风波，没有回应，也不接受任何访问。海产店透早照常准备做生意，不过面对刷落来风波，打电话给头家无人接，嘛无任何回应。北科大是回应学生含店家消费争气，学校唔是当事人，无应该插。资材系主任主动关心，陪学生含店家达成和解。学生嘛真侪摆甲外界说明真相含立场，强调绝对无想要看到无好的言论继续咧传。就含本来要举办北科第1届饭桶王比赛学生，伫咧昨暝嘛发布不爱办啊，佮讲我足惊，水有够深，真实咧。白饭之乱演变到大，乡民的政绩恐惊互消费纠纷愈烧愈美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。